最近咧睇嘅有啲畫咧，就係去影到喺嗰啲嘅戰亂世界當中咧，喺夕陽西下嗰陣時咧，仍然係好美嘅。雖然咧地上都好多坦克車啊，或者戰爭嘅狀態，人類將呢個地球搞到好亂，人類又將世界咧搞到好多嘅衝突，但係宇宙嘅美咧仍然係存在嘅。所以當啲軍人有時打到係非常恐懼，又不斷要殺人嘅時候，會忽然間喺夕陽西下嗰度望一望個天，原來呢個天仲係好靚噶嘛。呢個宇宙係繼續嘅展示咗佢嘅美。所以聖經都有句話嘅話，又話我哋嘅主啊，你嘅名在全地何其美啊。其實一個美學嘅經驗係人類咧好特別嘅一種嘅感觸或者思維。如果人多啲去沉浸於美嘅經歷，人都會少好多人與人之間嘅衝突嘅。咁人類嘅衝突都係來自人嘅自我嘅執着，人類嘅自私，人類咧同他人嘅隔絕啊。咁呢種狀態我哋稱之為罪嘅狀態啦。咁但係人嘅心如果係有感通嘅，即係能夠感應溝通天地萬物，感應溝通呢個宇宙啊，同嗰啲嘅花草樹木啊、動物啊、鳥獸啊，你嘗試觀察下佢哋，你個心靈同佢哋好似感應溝通下咧，因為佢哋嘅生命都躍動出一種好美嘅感覺。如果我哋由美學角度去睇呢個世界，其實仲有好多優美嘅事嘅。不過我哋如果只係由現實嘅權力或者金錢，或者咧係喺嗰啲政治爭拗中睇咧，我哋嘅心靈就變得好狹隘噶啦。我哋好難去明白到咩嘢叫做愛，或者咩嘢叫做去憐憫、去關懷，或者咧咩叫做美，咩叫善。咁喺我哋中國嘅偉大思想家老子，佢曾經都提過宇宙嘅起源嘅問題。佢話咧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係天地之前咧，有種渾然嘅已經存在嘅唔知乜嘢嘢吓，係即係遼繫，佢係安靜嘅、遼闊噶噃吓，係獨立而不改，佢係獨立不變嘅，而且係永遠係永恆嘅存在，佢唔會改變噶嘛。周行而不殆，萬物係喺度不斷發展變化當中咧，佢好似喺度推動同掌管緊萬物。但係又唔會有創喎，個胎字即係犯創啦，佢唔會犯創噶，又唔會疲乏噶，佢係不斷喺度掌管緊萬物。咁老子跟住話咧，話佢係可以為天下母啊，佢可以為天地事物嘅母親，即係話宇宙應該有個母親，有個根源，佢就係咧係在未有一切之前已經存在，佢永恆嘅唔會改變。佢去安排一切又唔會犯錯，而呢佢係生長一切，甚至可以話係創造一切後面嘅一種偉大嘅真理。咁佢可以為天下母啊吓，咁但係呢，即係話吾不知其名嘛。老子跟住話，其實好可惜，我唔知佢叫乜名。呢個咁偉大嘅唔知邊個。唔知乜嘢，佢係會將呢個宇宙係安排得井井有條，一切呢都係好美好嘅，一切都係有規律，而且係彼此和諧嘅。咁一個咁偉大嘅唔知乜嘢安排呢一切，亦產生呢一切。咁吾不知其名啊，我唔知佢叫乜名，不過俾個名佢啦。強字之曰道啊。即係咧，我係唯有俾佢一個名叫道。老子用道呢個字咧，就係一路指就係道路咁樣咧。係道路係點解？我哋行住一條路咧，睇見一切事物都在變化當中。道路又好似可以通去唔同嘅地方。咁即係宇宙萬物之間係彼此係通嘅，即係由呢樣事物到嗰樣事物之間咧係有通路。你可以由呢個事物了解第二啲事物，再了解其他嘅事物。咁而呢一切都係好似有通路，一切好似有規則、有安排。因為道路咧係有規則嘅，道路好似個網絡啊，等你周圍都去到。
佢又帶到你通向唔同嘅地方。宇宙好龐大，每樣事物你從一種事物可以推論到其他事物，或者係了解到其他事物。喺呢個彼此關係嘅網絡之中呢，我哋發現事物最奇特嘅地方就係有規律，而且呢係能夠呢係好似網絡裏面呢係互相係你由呢一樣事物通到另一樣事物呢，而讓我哋可以了解一路擴大嘅。咁樣嘅偉大嘅嘢，老子話我唔知叫乜名啊，叫佢做道啦。咁其實老子的確好偉大呢，佢明白到宇宙有一個最後嘅安排，有一個最後使到事物成為事物嘅一切規律成為規律嘅一種本體性嘅真理。即係宇宙係一個最後嘅本體喺度嘅。咁不過佢唔知叫乜名，因為呢個本體冇同佢講過說話，又冇向佢有特殊啟示，就只係通過哲學嘅思維，通過深刻嘅智慧嘅思考，就會知道宇宙其實真係有啲好偉大嘅規則，有好大嘅安排，而讓我哋萬物可以生活，而且喺互相幫助之下，我哋大家共同活落去啊！天地生出嘅各種食物，我哋可以食。食咗食物，我哋又可以去創造一啲嘅需要安排翻啲事物咧，使佢係安排得更好。大自然萬物，我哋又可以食，又可以去安排，又可以繼續種出新嘅事物，或者養育一啲唔同嘅生物。所以宇宙萬物有一個好奇妙嘅偉大嘅道路喺中間嘅。咁呢個都係我哋偉大嘅先哲老子咧所領悟嘅宇宙嘅真理。因着呢個偉大嘅真理，萬物能夠生長，由冇變成有，而且呢又可以有生有死，又可以再生，又有各種嘅規律。一棵樹會變成一棵樹，一朵花生長就成為一朵花，一兔仔生翻一隻兔仔，一個人生翻一個人，每樣嘢有佢嘅規則，呢個就係道啦。呢個道何等嘅龐大，何等嘅美妙啊！而呢種生命嘅存在同規律嘅存在，到處都顯示宇宙唔係偶然而有啊！宇宙一定有佢嘅規則，有佢嘅道理，有佢嘅基本安排啊！因為明白宇宙有安排呢，我哋就知道宇宙似乎擁有一種或者叫太初之道啦。咁喺聖經裏面用嗰個道字呢，中文譯個道字呢，就係指 logos 呢個字，或者叫 logos 喺希臘文 logos 呢個 logos 嘅意思呢，就係言語嘅規則咁解嘅喎。即係話喺太初有道啊，聖經一個咁說話，即係話喺宇宙最開始嘅時刻係有一種嘅語言嘅法則，因為語言就係一種規律嚟嘅。我哋講嘢係有規則嘅，所以宇宙好似從一種語言嘅規則而展開嘅。所以聖經咧裏面講到上帝創造天地嗰時，係上帝說要有光就有光啊，上帝說要有天地萬物就有天地萬物，即係上帝講嘅說話。有個說話本身就具有規律性，亦具有創造性咯。因為我哋每講句話都係一個創作嚟嘅。咁而聖經咧，另外又喺舊約咧，所羅門王就提到佢咧喺呢個上主造化嘅起頭咧，喺太初咧。創造萬物之先呢，就有了我。喺度講到一個我啊，即係佢好似有個偉大嘅真理同人類講時候，佢話我呢，喺萬有之前啊，未有一切之前，我已經喺度噶。喺起源嘅時候，我已經喺度噶。從亙古從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即係未有一切存在之前，我已經係喺度噶啦，我已經係存在噶啦，我就係一切嘅本體啊。咁而呢個我係叫乜嘢啊？呢個我就叫智慧啦。咁喺聖經裏面咧，喺箴言啊，就提到呢個智慧咧，係喺開始嘅時候係已經咧係存在咧於天地萬物之中，係而且仲係創造緊天地萬物嘅規則，使到咧萬物咧係由佢嚟到建立嘅。咁而聖經喺箴言啊第8章咧。第30到32節就講呢段嘅說話啦。咁裏邊佢特別提到咧，佢話呢個智慧咁樣講說話嘛。佢話那時我在他那裏為工程師啊，日日為他所喜愛。
常常在他面前啊，好開心咁踴躍噃。咁啊，佢話即係那時即係喺宇宙初創嘅時候呢，我作為智慧，即係宇宙嘅道啊，好似要同人類講說話咁嘅。咁呢，佢已經成為他即係話造物主啦。呢個造物主嗰度呢，我已經係成為一個好精密嘅技術師、工程師呢，喺度刻畫緊天地萬物，創造緊萬物啊！但係呢，佢創造萬物嗰時唔係好似一個工程師或者工人咁呢，係好辛苦喺度嚇。工程師喺好多圖則裏面諗來諗去，畫來畫去。工人去起間屋呢，就擔嗰啲嘅種種嘅水泥啊、石頭啊，去起嘢呢，就係汗流浹背嘅咁去起各種嘅事物，起各種嘅工程嘅產品。咁其實起間屋啊，或者建造一樣嘢都汗流浹背㗎，應該。但係咧，佢描寫天地嘅創造就唔係嗰種好辛苦嘅汗流浹背嘅創造噃，佢係一種咧好開心嘅同埋愛嘅裏面嘅踴躍。咁咧，佢日日為他所喜愛，常常在他面前踴躍。個意思就係話咧，係喺呢個造物主，即係喺上帝上主裏面咧。我喺創造天地嗰陣時，喺度刻畫緊萬物，喺度製造緊萬物嘅時期呢，其實呢，我喺佢裏面呢係為佢所喜愛噶，喜愛即係佢係好愛我，而且愛得我好開心嘅。咁呢度就係表示呢，天地萬物嘅創造係來自一種好開心嘅生命力，一種智慧嘅躍動啊！所以佢話我常常在他面前踴躍。踴躍呢個字呢，英文譯做 rejoice。就好似細佬哥好開心咁跳來跳去喎，咁呢個呢，讓我哋去思考到啦。原來宇宙嘅創造並唔係一個艱苦而嚴肅嘅過程，佢係一個好開心嘅充滿愛同埋喜悅，同埋呢係一種充滿創造力嘅踴躍咁樣嘅一個過程。咁呢個踴躍好似咩呢？好似個細佬哥開心到跳來跳去咁樣。我記得呢，我個女呢，好細個嗰陣時，我拖住佢行呢，佢總係一跳一跳咁行嘅。其實首歌真係噶，有段時間首歌行路都一跳一跳一跳咁樣，扎扎跳咁樣行嘅。其實係好可愛噶噃。我哋大咗老咗，好少一跳一跳咁嘅。但係首歌係嘅，嗰個一跳一跳就係孩子式嘅喜樂踴躍，但係佢嘅創造性。首歌玩遊戲嗰陣時都係跳來跳去噶，好開心噶。咁所以原來宇宙初創嘅時期，根據聖經嘅描寫呢，佢係一種充滿咗喜悅即係一種好開心嘅，又充滿咗喜愛係充滿咗愛，即係天父同呢個嘅智慧之間。我呢隻其實就係指太初有道嗰個道呢，但係個道字呢嘅希臘文原文呢，就係用陽性嘅詞，即係好似男人咁嘅，即係較為嚴肅嘅，充滿創造力嘅男性。但係咧喺舊約用智慧呢個字咧，Sophia 咧係用陰性嘅，如果譯做希臘文係用陰性嘅 Sophia。Sophia 就好似一個嘅女性，好開心嘅細路女喺度跳來跳去咁個。咁原來咧喺聖經嘅描述裏面咧，宇宙嘅創作都有陰性、陽性兩種表達。即係中國咧，易經都話咧，一陰一陽之謂道。宇宙嘅道咧係由陰同陽即係兩種氣即係一種創造性或者係順受性嘅力量係融合而成嘅咁。咁原來聖經都有咁好特別嘅描寫，就係喺新約講太初有道咧，個道咧係陽性嘅，係佢有男性嘅創造創新性。咁咧係喺舊約用 Sophia 智慧係有女性，係有女性嗰種嘅純和性溫柔性。原來上帝創造天地係既充滿陽光嘅創造力，亦充滿咗溫柔嘅美善嘅柔性嘅美。咁咧，所以喺聖經呢一段講到智慧嘅踴躍咧，讓人諗到原來上帝唔係一個老嘢咁有執鬚喺天上。佢係像孩子嘅一種係充滿喜樂嘅力量咧，喺天地間咧跳來跳去噶。咁聖經跟住話咧，踴躍在他為人預備可住之地，又喜悅住在世人之間。
就係話佢係喺呢個大地裏面喺度好似跳舞咁呢，一個細路女喺度跳來跳去咁樣嘅，亦係呢好喜悅呢，住喺人類當中呢，同人一齊呢，帶動佢哋一齊跳出天地嘅美麗善良。原來聖經描寫天地嘅創造唔係純係嚴肅嘅，好似創世紀咁描寫，佢可以充滿詩意嘅箴言裏面描寫呢，係充滿咗孩子嘅喜悅，充滿咗喜樂同埋愛。其實上帝就係喜樂嘅根源，愛嘅根源，讓我哋生命活得充滿咗喜悅呢，係因為我哋接觸到呢個上帝嗰種嘅童真性嘅美善，讓我哋回復翻我哋嘅童真呢，我哋就更接近上帝啦。